民署人員喺下晝聯同坊會嘅代表視察北區嘅綠化休憩設施。程美珠報導。澳門地少人多，社區公共設施嘅需求又相對咁樣增加。自回歸以嚟，政府通過利用空置嘅土地，先後開闢康體同休憩場所約有50幾處。喺下午就有民署嘅人員聯同坊會嘅代表視察北區嘅綠化休憩設施。有市民認為當局近年對綠化休憩設置做得唔錯。呢一區嘅綠化休憩設施咧做成點樣啊？近呢2年嚟啊，做得幾好嘅喎。例如咧呢啲嘢有啲運動啊，對於老人家嚟講啊幾好㗎，有啲舒展下。有時下嘅年輕人話，近年政府起多咗呢啲咁大型嘅球場，等佢哋空閒嘅時候可以喺度活動之餘，仲可以聯誼下感情。平時多唔多嚟？平時啊，多㗎。通常幾耐嚟一次啊？差唔多都係日日嚟嘅。咁你點解會嚟到呢度玩嘅？啲朋友喺呢邊啊嘛。亦有商店嘅老闆認為，起多咗綠化休憩設施會吸引更多嘅人流，為佢哋帶來更多嘅生意商機。啲籃球場啦，咁會唔會話多咗生意人哋嚟你鋪頭？多咗少少咯，咁咯。多咗幾多咁？即係平時，即係都係要放假先多啲人咯。平時都麻麻地咯咁。民署話希望市民亦能配合政府推行綠化工作，例如喺屋企可以種下植物或者盆栽，有助推廣綠化意識。澳門電視台記者程美珠報導。